甲骨释文第52集，即字若照说文解义，讲是底尾鸟的总称，鸡古水的鸡有水字边的鸡，算是底尾的鸟吗？怪怪吼，水总是鸟的一种啦。来看甲骨文画的水，总是一种鸟，啥物鸟？毋是底尾，是伸出猎鸟的门禽。或者讲是鹰，鹰嘛是将水，或者讲是隼。即字的下骹有一个十，代表伸出来鹰鸟来掠动物，读音隼。隼就是玄鸟，就是居鸠。安尼会解说，咱就会使找出真侪字哦。为隼来捌字，啥物是风度翩翩、有羽毛的？会飞，中文讲的很萌、很可爱，就是古锥。咱有介绍过中华老实的古意，甲可爱的古锥共一字古。诗经有即句“翩翩食锥”，所以古锥安尼写也可。伫古早的石器时代，用鸟用喙是真好的切割工具哦。锥仔就安尼来。等于即字锥，隼若是做名词，就读锥，安尼有古锥无？即字肉做的锥就是豚，马锥骨就是马锥。鹰鸟掠动物的时，有穿刺、扣合的动作，被掠的动物真歹逃脱啦。所以若有隼的动作性，就读算。算仔中文叫叉烧。会使甲两片面结合扣住，肉算算就是紧密的扣合。榫空是作为连接木器的工母空，教育部讲是榫空啦，近摆拢讲一寡有空无榫的，有空无榫，意思是嫌人拢讲一寡无营养的话，斗袂肉啦。两片钝肉的扣合就是床，尻床安尼写。中文讲是屁股，屁股两字是同义副词。周朝的讲鸟是雕，谁安尼讲的？字本身甲咱讲的啊，有周字边的雕啊，就有现代广告在用说大雕哦。商朝末拜的祖先玄鸟，《山海经》讲的动物以音号名，想的祖鸟叫声是鸟。就是即字鸟，有左字边的鸟，是一种掠鱼的猛禽，学名鱼鹰，会来台湾过冬，叫来叶，取来叶的意思。另即字下骹有一个喘，是指带一对无相往来的校园邻居，读音稀兰的兰，中声兰。闽南人就习惯照商朝的讲法。兰鸟来表示阳具，闽南人是毋是东夷人的后代呢？甲骨先生教咱安尼来捌字，有符合孔子讲的“观鸟兽之文”甲地之义无？搁来请教一个问题：鸟是文音对无？对一半。鸟的第一文音是调，度了切爱读调。这才是空虚字典一看就清楚的秘密。现代人真接讲的很调，即马知影字本的意思是啥？想要请教的问题：鸟的鼻音是鸟，也是鸟的本意是另一字呢？欢迎留言你的看法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